難喎，近日喎，伙計。資金有啲點供應不上呢，所以講尋晚阿亮動高床板商量呢一晚，這個為咗解決我司機工資嘅問題，所以講你就準備將個台跟嚟我好幾年嘅愛車國愛錢人嚟準備。這個台呢就係16年11月上牌個雙擎油電混合嘅，全車呢就買有任何事故鈑金水浸就噴過晒。車呢就係平時阿亮到屋企接風浪啊，或者係去化妝啊，嗰樣嘅就保養呢就經我一手嘅全部保養咯。即係講啲公里數可能就稍微大少少，但係呢全車買有任何咩嘢個。即係乜嘢係啱嘅呢？可以試我啊！價錢呢都好相靚，冇辦法啊！近日生意難做啊！嗱，車就係咁嘅車，開下未聽嘅。嗱，唔係見啊，全部都係阿靚嘅呢個化妝品嘅呢個嘢個，又買講一腳腳呢個我哋開嘅呢車係咪啊？車種就係講。嗱，稍微就講，方向盤呢就有少少磨亂，啊，天窗就暫時唔係漏水就係天窗啊，就係咁個配置。有多功能方向盤啊，嗰啲嘢個白亮換擋啊，嗰啲幾等等啲嘢，一靚個。有啱啱水嘅就烏我哋嚇，冇辦法啊，阿靚捨得嘛？尋晚咧，我講係好馬捨得個，但係冇辦法啊，係咪啦？我哋做人做事，即係講欠乜嘢都好，冇欠司機工資，係我嘛？你有想法嘅就逼我嚇。